继续来看台中市特教学校助理员大有75人，一个月薪水煞干那2万8，阁无调薪水的制度，待遇歹，所以定定咧欠人。即马家长是跳出来批评，恐惊影响到家己囡仔的权益。今仔市府当时表示，会阁讨论比较国立学校的待遇。要这样每天拍卡的盘才不会卡住。照顾囡仔帮忙拍卡车片扫痰，食饭的时间一到，也搁来协助用饲的，搁较免讲每2点钟就要换尿珠啊。特教学校助理员工作真辛苦，但是有特教生家长发现助理员拢保袂完，起因就是因为薪水待遇伤歹，也影响到囡仔的权益。有8个学生都要换尿布，但是一天不是只有换一次哦。一天这种尿尿大概是2个小时或1个小时半就要换一次的东西，而且一个小孩子都大概20几公斤至30公斤，因为说薪水太低，没有人要做啊。学校到现在还缺啊，而且我们助理人员还要跟隔壁的老师共用啊。特教助理员的待遇，中央地方拢无同。台北市立的学校月级上悬会使来到42801块，也阁会使以年资加薪。但是台中市立敢若有2万8左右，而且无考核调薪的制度。民代接到真侪特教助理员甲家长的反映，烦恼的爆发离职潮。台北市的特教助理员月薪是4万2，还可以比照年资加薪。台中市却只领2万多元的低薪。这甚至于比外籍看护员的薪资还低。台中市有3所市立特殊教育学校，特教助理员总共75人，依照钟点费计薪，基本工资月薪约26000多元。中央决定在明年基本工资调升至27470元，台中市特教助理员的月薪也将随着跟着调整。台中市府表示，3间特教学校原本是国立，2017年改入台中市，特教助理员大约75人，目前只会当以行政助理的待遇领基本工资，后续会来研议比较国立学校待遇，而且会使随考核年资来调薪。记者台中报道。